好像在复健。快点，老师快点！情谊给他叫啊，很快哦。对呀。来，唱歌，哎，冇好讲呢，加油加油！直的，对，哎，啊，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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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加油！哎呀，他成立已經22年的歷史哎。22年，對啊跟妹老奶年岁差不多。好啦，干嘛？咩皮为什么要干掉？此秋色一呀贝罗夫。闹熱大擂台，鬧熱共下來。大家好，我係阿馮富啊。来，金娜，大家好。好，前2日咧，迄呢中秋節嘛，端午節啊，係啊，所以今日安尼鏘鏘，安尼端午節計劃。節特別開發，特別開發連假啊，所以還得了，所以比賽咪按照簽停1禮拜。冇錯。係啊，就本他個教啊咧，本他個開機啊咧。啊，特別計劃好教啊。係啊，好教。廣州鬧熱吹。哦，那邊鬧熱吹啊。還有擂台吹。姜氏老德辣一對，好不好？好，姜氏好，算了。老德產一對啊。我還吃肉餅，因為你都吃叫做拿獎餅。好，真的好。我們有老弱殘兵，對啊，集一身的老師。真的，這一隊有蛤蟆老師在那裡，我們穩贏的了。哦，嘿，這麼敢有人講啊？有沒有？我們隱藏實力很久，你好，沒什麼信心呢。他說隱藏實力啦，隱藏了1年，在今年要。哎，玩遊戲有1萬塊。一般人員呢？穿啊？就沒有空氣的，穿幾？他是可以啊。跟他們一比啊！哎，療養前真的嗆你是董齊啊？說對了，你還是老。啊，永遠都是有。OK，係嘛？佢永遠唔咩衰唔聽，哦佢永遠生寶。好了，馬上就進行今天的遊戲了。哦，開始咯！哦，開始加油一下，呂頭吹。好了，進行踢的單元來。耶！馬上進行踢的單元啊。兩組整八歲。來，哈，安尼各自派出一位代表啦，哈。哎，你個梁順見到見社台嘅嘛？去年係他帶台嘅。去年哈，去年蟲咧，很多散沙蟲。西沙年。你不會聊嗎？西沙聊嗎？該。哎，咩可能迄啲選表演頭前看下他 say 啦。有我在頭前不會 say 嗎？哎，好像不會哦。還好，沒有違和感啊。對啊。啊，好啦，隨便啦。怎麼生氣？主持人生氣。好了，踢的單元哦，突然像小康老師出題目了。沒錯。哎呀，我們就是猜對，馬上衝出去，然後唱。假使講第一講喺馬狗呀，就挖出去，你當我嘅有一隻氣嘅有冇？衝起來，衝起來也有吞下龍船，把它推回來，自己拉回來，拉回來哈，然後我們大家家一起來唱這個歌。在那邊回答嗎 ？DKV 回答。哎，在那邊搶到就回答，好嗎？唱到你就回他，好不好？那第一題是客語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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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呂頭吹拍馬啥？很行。先，你確定嗎？哎，這一組好特別哦。好有邊邊哦。他那個叫什麼？滴滴龍，來，我們請小康老師出題目，好來，請出。第一條各位。他配這個就覺得加油，好悲傷哦。又要吹高了。加油加油，兄弟！好來，什麼歌？對着鏡頭。報告從來沒聽過。先加油，先。
一举胆管，哎呀，一举单管啊，一单是吗？不是高山青吗？不是啦，看黑，一举胆管，该应该都头。看黑，很厉害哦！恭喜你答对了，好了，可以回来，来，怎么可能？可以回来拿出来。好来，他甲强啊来创啊跳歌的好嘛？啊，来，一举单管来。好来，万事足胆干，见面唔爱谈，命的行因总错分，千古不变客家风。样足胆干，杂事唔爱谈，命的行因总错分，太相传。对，1分。第一题我们闹热队赢了。好，吉娜莎的出题了。沙雷听一题係法語歌嘅，我睇下啥？法語歌嘅好。來，哇，雨欣，生氣，偶像要加油，同盟偶像。好，加油加油！那2根要拿到。有弟妹都在同期講哦。不是拿低一點，拿低一點，拿低一點，對，拿低一點。來聽一下哦。好，來，小康老師。小康老師有槍。好来，面对镜头来讲一下，明天会更好。用算来转来哈，哎，你看刚好来合冲2條歌嘅。拉回来，來。熱情伸出你雙手，讓我擁抱着你的夢，讓我擁有你真心的面孔，讓我們的笑容充滿着青春的驕傲，讓我們期待明天會更好。耶，明天會更好。哎，有一陣子不是有個影片，然後就會把那個明天會更好早期的那個歌手，對，然後跟他現在的對比。啊，有，真的。當年25，今年65，哦，對比的。嗎？沒有啦，我那時候還沒出道。那個叫明天會更老。還有下這個標準，還有公益旅途區，策略成功。好了，下一題。沙雷下一題係可樂歌誒，可樂是都可以啊，都可以了。葉老師，哎，他們派4軍誒，我是覺得你比較好。好，我來。結果最後葉老師完全沒。對，第一黑馬該要怎麼講你猜有沒有關係？老師台語應該蠻好的。好，來，我們要請小康老師出題了啊！好，小康老師有槍。老師加油！黃色嘅黑馬歌誒，對，好厲害啊！厲害，把龍船推回來，龍船推回來。這一組都一直卡到輪。好棒哦！哎，世界厲害！好，來。哦，下一題係漢語歌誒，選衝一下，先嚟衝啊！好來。對着你的心，對着你的人，對着你的情，對着你的無公理。啊，彎，對最是人心肝愈蒼蒼，找無手來握。演起啊，莫擱遐尼大聲對我講話。破水飲酒將的味。哦，哎呦，好糖哦！好了，沙雷下一題係漢語歌誒，來，這個你會了，這個前面一點一定是猜得到。但是重點是他會不會紅？要不然他完全沒玩到。我會滑，但是是嘉修老師不可以輸誒，我猜不到。男性，你看老師連定位都沒辦法。小心。老師要滑開一點，對，滑開一點。這樣。
老师不要急，慢慢去。先猜歌，先猜歌。等一下，哎，你先不要动，你先不要动。我脚太短，好卡着。好了，预备。好了，卡着。好了，来，老师，来，小强老师有唱哦。老师花，小心花，哎！好像在付钱，快点，老师快点！车祸了！来，你跟我们紧张，跟我们那个嘉孝老师，来，抢到了。嘉老师跟镜头讲一下，青葱啦，青葱，乜嘅？无言法啦，无言法。哇！刚刚的画面太好，哎，没想到老师做到了嘞。对啊，车子的问题呢？车什么嘞？回来是车子的问题，是吗？车拿稳准了。冇，你刚刚操作得很好。我刚刚你是很轻讲嘞，对，吓到没猜问题，罗哥是脑子的问题啊。那画面不是很感人吗？对，蛮感动的。对啊，推着嘉修老师出去，很温馨。好像儿子推着爸爸出去。我都要流泪了，罗哥。真的啊，真的哦，很感动哦。所以我都没有滑我还以为是爸爸节特辑耶。因为我就生怕这老人家万一有什么闪失，真的呀。人家的节目单位、制作单位要负责任，怎么不能？感谢，是国宝级的老师，真的，我给告你啊！哎呀，还有恭喜叶老师哈，所以5言8，好不好？ 2比2，这真的听不出来。我创一下5言8嘅後台嘅歌來創一下嚟。5言8，只有在風中。5言8。 深埋在你心中，那是你还留心来想象，你愛土落我浪嘅光，飄在風中嘅5言8。 是解嗰啲團係啊，我想發現而家條火都喺每幾個哎，你們4個都往告過啊？告過呀！你們4個要告過啊？告過兩個，這分用啥？我們兩個來比一下，來。哎呦，羅哥，來搞一下，可以哈，來搞一下，要扶一下，要扶一下。要我被玩壞掉。哎呦，說什麼？小康老師，他是華語歌還是什麼？ 哎，什麼歌？我要出題嗎？華語歌，華語歌，來了。翻譯好，來，小康老師，請出題。有聽到歌嗎？羅哥，請作答。 請作答，天天年輕，哎，答錯了，3個字，魯冰花，不能打2次，我也以為是天天眼睛哎，打2次啊？可以打2次，可以啊，不能打2次，不可以打2次，可以啦。這馬桶卡住了，製作人可以嗎？可以，對不對？耶！長前面會做那個，筆試又拿出來了，哎，好啦，耶！哎，我以為是天天，很像哎，你這麼對啊，很像，天天開始。凶哎，小康老師，你再彈一次好不好？哎呦，想起動漫情的天天開心哎，對不對？天天年輕啊，天天年輕。我故意彈這一段的。黑人牙膏啦，誰叫你這麼跟假會啊？很厲害，很像，所以他陷害。那就剛卡住。哦，原來小康老師用
这种方式来陷害我们，陷害我们，真的。哎，吉娜很认真，给吉娜拍手了。我刚刚以为他只会到这里，结果他到那边的。刚好有人推我，等一下，我看这看轮子有没有坏掉？坏掉？没有了，轮子冇坏，嘿，你병哎，好像妈爱碰动啊，调他俩马桶有冇？两咋还卡住啊？根本是不是很容易卡住？轮子它只会在这个地方。原来有诅咒，很不认识，这有一个圣你知道吗？哎，去搞马后了。所以罗哥最聪明，这样子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外面我们现在把船跟那个滑板都弄到我们手上了，他们输定了。对，真的。刚刚让一下了，崩鼓了。也是啊。哦，不是你喝，不。好了，哎，那我们现在3-2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唱一下。来，快唱啊！鲁冰花，天天年轻。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像妈妈，天上的眼睛眨呀眨，妈妈的心呀鲁冰花。哎呦，帅还有些难呢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这有难哈。黑羊啊，又好牛妈咯。这节目怎么那么难做？他们这边 game 哦，搞游戏的去。会切哦，会切哦。我搞游戏冲狗来之后周导面用心了。哎呐，我们整妈个用心就会没上来嘛。哎，每一年都为了你而做起来。他是希望你能够保持窈窕的身材。真的，真的哦。哎，个调阿蛤蟆老师很讲哎，俩看一了比较窈窕。对，真的。对啊。哦。好，他的话你就听听就对了。蛤蟆的话你也要听。哦，12了，金行嗨题哦，好了各位。好了狗，小天老师有请。来，好了狗，等一下，哎，我们人都还没拍。黑马莎。哦，世纪对决，世纪对决哦。蛤蟆老师需不需要推一下？啊，不用哈，请赶快等我记得哈。好，等一下，还没，麻烦。副班长，来，小康老师请出题来。抢出。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作弊！没有关系，没有啊，我自己有动力，没有，我是前面稍微这样推波助澜一下。那有明明就好得了。不，先比他黑马狗哎。啊，心灰归了。哦，心灰归啊。我对了，那跟长辈啦。哦，拍摄哦。帮你拿嘛，我刷。好啦，看我来冲2条狗哎，新八块。好来。亮天天，我飞呀飞上天，咱好是才会当哎呦，就是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那就春风对你唱。就是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那就明茫茫，我明昂昂。哦，好听。哎，啱你講團體嚟，入邊咩團體嚟？冇，你喺兩今年嘛個兔年。哦，它是叫招财龙。对，招财龙。可以哦。啊，随便你们说了。啥嘞？喊一起黑，喊一个哎，喊一个，来。好，再试一次。哎呦，加油！咸咸哦，咸口水。哎，有我底下2条狗哎，好抢，小江老师喊一个。好帅，加油！来吧，对，应该是我。来，来吧，做马狗哎。上man，他哇，厉害！哎，他哦，耶！厉害！姐耶！孙子慢谁唱？有时候你不要讲话哦。我们大家心情比较好。有想是共又会补充。哦，哎，亮嘞耶！
对啊，因为狗迷啊，哎，你索性就不走了。对啊，哎，说的这也是没有我翻过来跟他们求救。对啊，真的是这样。然后我就说，我就萌萌啊，就萌先生讲。我故意的是。没有，我是说上慢。最后再给口吻嘛。好来，我们重来跳歌来。只差旁边站的人而已。你，他就在等说好浪漫。刚刚说谁唱的啊？李心照。Memo。又是你们两个。他的手那么长，心宇那边有人找你，这边有人找你，有看到吗？这边有人请，你们开始。哦，等一下，音乐请下。怎么啦？他那个手这么长，脚那么长，好 Q。哎，不是这样比的，你有没有永远 say 他太赢啊？我们也是让你。机场哈一题，哈一题防疫狗哎，防疫狗，来，出约拍马场，你应该可以。恐龙偶像，哎，在前面，来前面，又是你们两个。他的手那么长，心宇那边有人找你，这边有人请，有看到吗？这边有人请，你们开始。哦，等一下，音乐请下。啊，怎么啦？恐龙爱吗？哦，就对了。用用爱吗？我刚刚听到什么？日不落，猜对了，好厉害哦！什么发财兔？他那个手那么长，脚那么长，好 Q。哎，不是这样比的，你有没有永远 say 他太赢啊？我们也是让你。好吧，因为实验证明不是成怎么那么厉害？日不落一样。他是日落哎，对，厉害。正常猜得到，老是猜不到自己的歌才奇怪。有用啊，对啊。好，来日不落，我们的让阿伟抽两条歌。好，来。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心牵着心到世界终点。你就是晴天，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未眠。不落的想念，陪在你身边，我的爱未眠。这首是罗妈妈的主题曲。哦，真的没有舞娘吗？没，它有分阶段。哦，嘿哦。对，早期就是梨花泪嘛。哦，嘿。梨花泪啊。除了你这条。痴心悠悠谁？啊，后来变成城里的月光。哦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。哦，再接下来日不落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寄出咱们代表明信片。哎，哇，厉害，与时俱进呢。80几岁了。真的，阿弟我冲你还狗哎哦。唔係。要学 rap 了。哎呦，恭喜雷特吹！你还记得4-3了吧？4-4了。跳过6，加油啊！真的啊，怎么可以一直这样呢？还有几题？还有几题啊？还有很多题哦，还有10题啊10题以上哦。别这么说，我们 NDS 推落嘞。上轮机场 TQ 题慢点 ，Hello 发。河洛狗，军哥，又是我们。对啊，什么意思？河洛。
好了，好了吗？还没，好了没？好吗？还没准备好跟我们讲一下好了，还没，请小心，好了，声音。 OK，好了，来，小康老师。然後講緊兩條叉子面要滿條嘢壞嘅，其他唔出來，來，笑唔出來哦，隨便猜。 3、2、1，隨便傳啊。電視主題曲，民視的。知道了，飞龙在天。真的，还猜对啊！哎，你要去跟他查二次专业啊。哇，这么厉害哦！哇，这位哥，你这么厉害哦！泽伟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嘞？因为我其實有想到，我剛哪天想過，哎，那幾個音是我什麼？們馬桶刷壞了，反正嘞。哎，等我簡單的，因為要估到旁邊的彭思源嗬，要試歌來。我要夾，哦，叫創意要的，抄埋當羊鵝，完全厲害厲害，有牛羊奶嘛，也很逼車是吧？太逼車啊，太快了，逼車不要逼船，逼船，好啦，恭喜耶！好了，那跟我唱一条歌了啊，《飞龙在天》来。好了，你唔惊出身家，男子汉志在出头天。咱的缘情誓着注定，咱的爱真心来完成，手牵手，心到底，把握好是你，亲像飞龙飞上天。 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又赢1分了，好不好？随便了。好，我們等下就叫進來。來啊，叫冇聽啊，來沙哦，來，沙來喺條喺黑耳架好耐，乜嘢？黑耳架好耐，怎麼會有黑耳架好老師來耐一下嗎？主要是滑得快，我馬上。老師現在嗎？我們可以提示你嘞。穩住啊！所以可以有一啥詞曲當作穩住，不會難啦，不會難，簡單。哎呀，國語跟台語。先好，謝謝啦，會有信心。第擺度要黑耳，咩要好耐？哦，黑耳咯。哦，你再想一下，好。哎呦，小康老師來，有請。哪一首？哪一首？哎，為什麼是那一首？對呀，怎麼會？啊！不能這樣子，好感人呢，好像帶着孫女啊。南下列車。哦，南下列車，好厲害，是不是？厲害，真的真的這個厲害，這個厲害。哎，你都養啊豆腐咧，做得幫助來咧嘛？這個甘拜下風。做得啦，做得完全，做得完全，做得啦，做得。都彎了，彎啦，彎了好啊，彎了。沒要擦黑白的嘛？我一直覺得它歪的，真的嗎？不會嗎？可以，真的哦，感覺到它了。好，你不要尿不準就嫌馬桶歪。對，哎，就好了，還好嗎？哎呦，嘿，龍椅嘅南下列車，好，來，跟我唱，來，唱。下列車等待轉去款心愛的你，時空悲傷雖然能講不出的心情，雖然寒芒降落春影跳停，眼淚歸鄉真動時，南下列車飛在風中收起了表情。都是飛過殘花，飛過光明，用大意甲刻意唱出心情，要回來你身邊。好打，好，唱喺度誒。好，這樣幾分啊？啊，唔啲咧，你睇幾多分比幾多分？啊，12比1嗎4比6，哦，對，6比4， 6比4。好了，我們6分了。對，啊， 6分。好的，繼續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沙好了，華語。翻譯過誒，華語好，華語還有是他，
我们的偶像出马，这位跟对，又是你吗？皮球，哎，不要不要，跟他拼了。我跟你拼了，炸鼻哥，跟他拼了。对啊，新宇应该会输他。对啊哎你不要再那个喽。哪个？用哎，哎，逼车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的偶像加油！好来我们车用歪的，不是故意逼你。准备好了吗？好的，好，好周的来，小康老师，好，油枪。小心！来，炸鼻哥，声音哦。来什么？可惜不是你。哦，哎，我血池了，血池。来，回来，好屌，单注一。推回来，出来了，好可强！哎，真的做一条仙毛，来耶！哎呦，哦，好了，可惜不是你。关群懂厉害呢。哎，你挺强哎，其实已经他比你慢出发哎。对啊，你让我对不对？对，轻小声点，几岁？对，我们几岁？对，等下欢迎。我这屯叶老师比了。哎呦，好啦，好啊。真的。好来，跟我唱一条歌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。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好了，7-4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吗？对，我们其他对是吧？哎，哦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不管怎么样，来吹一下喵粉博你，叶老师上。叶老师每次都我还以为是我哎，吓了我一跳。还不知道什么语言对啊？来，叶老师上了，我们让分。其他队长，用你看他吧，我们的让你上，不好意思，真的。哎，好想他拼了看哦，加油！那我跟你讲哦，绝对不会推你，对，绝对不会推你。不是啊，不是让我是吗？火龙果，哎，好，我们现在都不要动推啊，哦。都不能动哦。好，来，要小心啊！请出题来。菠萝果哎，哎，我在想什么？坐上去，哎，什么啦？可以再马盖小，进啦！等一下，我还不知道投降了，我们器械投降了。什么歌可以吉娜加油你！们冲啊！他不会唱，他不会。紧张吗？吉娜加油！他只有前奏。哎，吉娜加油！什么歌？马狗哎，我们吉娜加油！对啊，听不出来。听不出来。换人，谢谢老师。华裔跳恰恰团，马盖狗，啊，华裔来恰恰，好听吗？好听啦！哇，厉害哦！靠我自己的歌我都猜不出来。听不出来。你要拿了，而且还有不会懂腔的昨夜星辰。小票老师也会误导别人呢。哎，刚刚那个，我刚真的没有听出来。我只听到后面的那个。吉娜，你在滑的时候，我好想要配那个一首歌。马该狗。我比巴郎高你近，我比别人高跑我们输送了你呢。我们都没有帮他，来，空了去搞实力。哎，我们也没有帮助了。没有。很厉害。那金上忙你哎，好棒哦！友谊赛我们以后一起去复健了。叶老师还不知道题目，他就出去。对，好厉害。他蛮彪，结果他没有人支援他。哦耶！我都去搞面好了，华裔来恰恰经典歌曲来了，唱一下来。音乐甲走落去，恰恰甲跳落去，流连欢喜。啊哈，烧酒甲甜好甜，做伙来念我诗，一起天天开始。啊来，你来，心肝放予开。跳落去。
来来来，他给他们给我来。不要跳你哥哥。哎，等一下他们先派来。换老师。买不行。哎呦，老师你不来一下？哎，老师你真的不行哦，你这样不行。我跟他 PK 2次，这样不好。可以，第3次。老师，这样才可以让大家知道问题到底在谁身上。要帮我澄清一下。我们先看不起，看不起就算了，好不好？直接当面呛哦。老师使出我们的蛤蟆功，准备好了哈。好来，喊准备好了哦。来，请小康老师来。听不出来。哦，怎么给秒一？没了，没了，就这样，我知道了。哦哟，哦，先前马狗哎，高嘎。好耶！好厉害，等一下，真的是你都是他的问题。对，快了，很快了，哎，真老师的。上镜架了呢。好了，退回来，老师不用回来，退回来就好了。退回来。这样子鼓励掌声，懂厉害啊！太厉害了，我觉得你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很棒，不管别人怎么变，你就是不变。你还有一种画家精神。哎，不过有运动精神呐，还不所错。以老师，你不是说一起出发吗？他没有要动的意思哎。哦，按是8-5，对吧？8-5，要不要再玩一题呀？要。有啊哈。先来冲2条勾哦，好，先冲勾改呀，这位老师的歌，好来。上各位。講天南地北莫講高嘅花，高價兩字你看上面一家滿一家，高價老頭擺嘅一家，講花高價突然轉移高起嘅夢下。好了，杀了华语，华语，华语狗来，来，新宇应该做对了，新宇可以了，新宇可以了，做对了。华语狗会做对哈，新宇哦。新宇要不要我推你啊？好啊，不要没关系。没有新宇，他是想要跟你一起啊。来，哦，亲民一体防疫各位，小康老师来啊。热带雨林，没关系，你很棒了，抽了，听得出来，好，赶快出来，哇，厉害，差一点点而已啦。对，哇，热带世军，我真的佩服你了。说完要出去，但是世军哥厉害，哦，厉害，因为你真的厉害，真的太后面了。好，按呢要提升一下答对嘛？对，我觉得奶哦。所以是吧？我们是8分，先来冲一哈2 8-6嘛，8-6，还是要唱一下这首歌。先来冲一下《热带雨林》的。月色摇晃树影，穿梭在热带雨林，悲伤的雨不停，全身血淋淋。那深陷在沼泽我不堪的爱情，是我无能为力的伤心。要他单眼，8分，8分，对头6分，麦奇力，哎，要说第一道单眼听到，还有4道单眼，好不好？很乱懂。好了，没人讲哎。你也结本太假看到爆哎呀。中空5张呗，想要他告一张的，好来，来金行还有的单眼来。我看了。我嘴巴那么小怎么办？我真是。哦，哎呦，就要出题喽。哦，抢讲出5月节即看到嘅3個習俗，3個哦，加油，3個哦，好。好了，馬上進來了單眼啦。哎，要數衝他無？朋友到。聽伊隻小單眼係失蹤嘅，朋友蠻搞咧，搭吹派出一撒吼，嗌出題以後咧。
驾驶讲第一个他嘛去头前8个钟诶，不用到最底部度，然后回答答案。哦，是太猛，哎，不是，真的，是不用在底部度啊。一听到吞落去就知道。哎，切到做，吞落去，嘿，不用到最底部度，吞到最度好美。哎，就做在肥汤眼问题嘞。哦，哎，哦，按你听。还有了解吗？有，各自派一个。哎，好来。我们当然是先我们 Andy 重 B 啊，长辈先，你要先开始，紧张弟弟的，敬老尊贤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是让前辈先出来，对，先打头阵，先王，大条面来，哎，我谈清楚俺问题哦，好来，好，提嘿，5月节嘿 Q 来哪一月？ 塞进去，好喜欢，加油5月初1啦。容易嘉轩老师他对啦，形容语啦。哎，这个粽子很香，连把都我把藤的皮很呆的，好吃啊，好 Q 哦，我跟你讲，哎，这个是真的专门找被那个，捕中哎，找一个很大师级的人物做的粽子，真的嘞，对不对？重金不过聘请，有点问题，就全部把它塞进去再讲。哎呀，对啊。做对啦5月初，哎呀，算了，我记得了，等下谁让你讲吧啊？全部标准第2度。这第一题，按那叶老师答对了。先取得钱。好，沙来听一题，抢农业出人的拍马啥？来拍泽伟好了。这里紧张，哎，女追求思源了。哦，思源来。我嘴巴那么小怎么办？我真是，你可以塞到别的地方去啊。爸说的是利用还有哈希啊，对吗？你看你其他地方哪里可以塞进去？其他更小。没有，只能放嘴里，好不好？还是哦。好，哎呦，那就要出题喽。抢共出5月节，家看到的3个习俗。3个哦，加油！3个，好，哇！泽伟先。这边紧张。来哪3个？抢共。华龙糕，做香包，做香包。哎，还有挂艾草，软软的，抽啊！刮红包抽哈！哎呦，耶！容易生意莫感动。可以吃进去啊！真的哈。哎，我好想吃哦，很好吃。那来是不是？来，我们遮住。好了，恭喜泽伟，来，对对，厉害！哎，你们不要让我们呐，一直让我们。我就敬老尊贤啊，你派出亮傻装逼了哎。哎呀，对吗？你看2位吃的津津有味。好啦，做嘛？不改啊，很好。哎，我来不及。你想要吃？肚子摇了呀！原来一下啦哈，先本什么一个贤还有稳住。好来，贤有没有母女 PK 赛？姐妹太快了，我嘴巴那么小，得跟老师一样。没关系，吉娜出题来。哦，我要出题喽。好来，抢共出拍沙川，家看到的3个角色。干嘛要东西？白蛇传常常看到的3个角色。白蛇传，什么白蛇传他都不知道哎。白蛇传呢？角色小孩子搞不好没看过啊。为什么不问白雪公主或者是迪士尼？来，那个就讲他白蛇传。哎，哪3个角色？等一下，我咬烂一点。你爱是？来，马该马啥？小青哦，青蛇。小青油。小白。小谁？马啥？白狮子。白羊子。白蛇。哦，算错了，还有一啥？够一啥？答对嘞！还有法海，家看到的40个角色。对啊，为什么你要吃？哎，你是在郊游？不是，其实我是想吃。哦，OK。上了，你跟品州的来了，问心意，好来。啊，哎，俩一题，恐龙帅哥，对。你干嘛？你嘴巴？热一下。偶像，对吗？我来吹一下题目。好来。楚国诗人屈原在抱石头汨罗江前下了一首诗。这个绝笔作还蛮个名哎：1离骚，2九歌，3怀沙。
跟行李给他叫啊，很快哦。对呀。来，哦上个。泥沙。答错。什么？大概？怎么会答错？大概？3个。怀沙在没？怀沙。第3个在哪来？怀沙。答对嘞！哎，你刚刚是他跟你讲吗？泥沙才对吧？你可以先把它吐掉，没关系。哎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好吃哦。绝比。对啊，哎，叶老师，你不是历史系的吗？离骚九哥妹黑屈原嘅作品，不过你青米投石投汨罗江以前，底下青米的一条黑白沙。哦，他的遗书就对了。对，所以给他遗书。追梅啦，追梅。 OK 了。好，对不起。怀沙。对不起。恭喜恐龙偶像蒙对。哎呀，这样是几比几？2比2，对吧？好像平数咯。平数哦，2比2咯。平数。哎呦，我今行喊一扎单眼的呀。好嘞，来哦。喊一扎单眼，来接香包，来。好嘞，哦，接一扎单眼啊。加香包。加香包。哎，我就蛮高的嘛。蛮高哟。哎，个香包得上去吼，啊，起高赚一钱接到。哦，没用嘴。没，用嘴接的厉害。用嘴接，冇用嘴接好了，这位哥等下你那题。对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跟来6，我哥好华丽哦。哎，好厉害哦！哦，我刚刚有转。厉害哎，华丽的得分。你有拿赢的嘛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还有第一题就不会拿。第一题不拿。董燕哦，你是队长啊。哎呀，我们要派出我们。那你要派出相对的、相当的，对不对？隐形。我们闹年哈，闹年大擂腿哈，莫记州我们得给。好。你爹骂什么？导播。小康老师。你啊。哎，真的是莫。哎呀。对啊，莫记州我们得啦。没有他，我们还有孔锵，没关系。没有孔锵，我们还有中指。你确定那个第一个就要叫我吗？董演啊，因为我刚刚有试一下，你有试一下，根本就接不到。然后我讲，你出了黑张好狗，好吗？你不要认真做。哎，但会不会我们就一直接不到，然后就到最后时间就结束就收工了？那就算了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一定答错。哦，啊，用来就会出问题喽。好，第一题。五爷姐是五字做的重书，辟邪治鬼和清热解毒。请问哪一只唔系五爷姐嘅五字？选出题。第一只。切推字。结束字。狗毛字。狗毛字。哎，都毛。好，都毛。第一只系栗子。栗子。第二个是茄子。茄子。第三个是桃子。桃子。哦，3只选一只。唔黑嘛？来，公公100，唔黑哦，唔黑栗子，第一个栗子，第二个茄子，第三个桃子。桃子，荔枝没有荔枝这个选项。荔枝啊，荔枝不是。吹啊！罗哥加油，罗哥加油，小K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有高一点，有高一点，小 K 老师，小 K 老师。哎，你怎么接的？你接得到啊？厉害！我刚才丢那么2层楼那么高，我要丢高一点。刚去到隔壁秀传医院了，他又回来。嘿，黑马该打。刚刚有人跟我讲栗子，抽呀唔抽？他对嘞。哎，怎么会是栗子？啊，对，很多肉中毒，我们要保栗子啊。俺唔啲蛤蟆老师跟老外讲啊。对啊。哎，你也这个五字黑中哎，茄子、桃子、栗子、豆子。哦，所以栗子抹酸了。哎呦，奇怪嘞。哎呦，奇怪哈。客家人的粽子没有包栗子。哎，对。哎呀，真的吗？那你包天妇馆啊。哦，但是后期的客家人粽子有包啊。哦，那是客家人后来比较有钱了。哎呦，哎，你擂台输得本嘞，哎呦，小天老师旗开得胜。哎呦，不止琴弹得好，你连这个接的接的，你再接一次给我看好不好？要来，我都长成这样，不厉害一点，别的要厉害一点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你够100，够100。好的，不要受骗。
什么小康老师？罗哥，你得我隐藏，我们也必须要隐藏吧？隐藏嘛，隐藏版的队员呐，哈，我们应该有隐藏版。有啊，在你肩上。没有，今天他没空。背后里知道了。哦，好像还有另外一位老师。对啊，对吗？哦，是不是？来，欢迎你的郭开老师。郭开老师，来，哎，你自己先给自己一个音乐好不好？欢迎郭开老师哦！欢迎郭开老师。林郭开。变了俩的引号全部为郭开老师变，我都误会小康老师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好，郭开老师要代表哪一队？闹热来过来，来，哦，闹热吹哈，给一听就急啊！哦，两个，然后蒙爱瑞啦，我跟你啦，好不好？我为你牺牲了，好不好？这样没有人按大象了。有必要按大象吗？你跟我讲真，你现在3分钟一梗，按1就好，1就好，1就好。好啦，哎，我去个出没有啊。他骗你的啦，还因此呢，他们这个 team， 好啦，那个罗哥来出题，我来出题哈，好来，首次在奥运用龙舟传递圣火为哪一年？哦，哪一年？对啊，12004伊朗西年，22008伊朗8年，32012伊朗11年。耶！那么厉害，下一个。再点了！许丹姐加油！哎，这不行，没有转一圈，老师没有转一圈，转到一圈，小心一点，反着转，反着。有了，来，老师哪一年？2008。哎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我喜欢中间。我喜欢中间。你喜欢夹在中间？你喜欢在中间是不是？对。哦，你喜欢？哦，是C位。三明治的感觉，知道了。对。不错。2008。伊朗8年。好了，错哈。恭喜你答对了。好。一天了，就是在北京奥运圣火于2008年在香港以龙舟传递，是全球圣火传递历年来的第一次。第一版，赵稿念也很厉害。第一版，我只会赵稿念。哎呦，好了，郭凯老师厉害哦。再多找一些音效哈。我去把那delete 掉。没有，这个放第一个位置。后来转移。好了，谢谢郭凯老师。好，谢谢郭凯老师。所以俺就是1-1了哈。闹热擂台1-1。好了，杀好了。杀了，汉一组。好了，叶老师。有点温馨的感觉，好温馨哦！你还把它发面传承，真的哈，对啊，这个代表这个心心相火哦，对，生生不息，可以燎原，可以燎原。啊，你等下用啥？只有出夜时节有声音哦，好，可以手牵手出去。哦，俩题就轻简单嘞，唱供出冠名古虫肉丝风的生肖。啊，生肖。接多，生肖。哎呦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！妈妈老师，看莫会娘一轮。哎呀！老师加油！叶老师，你要往上丢。哎呦！我挑哪题？都挑哪题？小心，生肖。小心，老师可以换一可以吗？走对吗？反方向，你不要丢那么高。哎呀，不要丢那么高就抓不到。转快一点。我拍拍球呢，有声音哦。OK 哈。来，你怎么了？唔掂咧，牛嘅哦。牛，唔錯，唔黑啦。是乜嘅？好像属猴。啊，黑毛。好像，对，确定属猴还是好像？确定属猴。属猴的，猴子啊，猴子，明明就是，答对了呀。猴子。
哎呦，老师有没有怎么样？还好吗？还好哦，好，会有拿hin啊，这真的会头晕啊。要不要叫救护车？不会啊，这个我反正惩罚自己，以前对你身家调查不够清楚。对老师要引暗号哈。哎呀，阿勇就会列入退去的。阿米医疗，好，杀下来，杨东爷吹拍马赛。哎，好，来啊来啊来稳准来。哦，先礼后兵。好，周队哈，问一下来。这个题目哈，真很可恶哈，呛供出客家大妈。吉那个三条狗票，三条狗票啊！三条狗票，客家大妈。来稳住！来稳住先呐，哈，来吧。好厉害哦，来稳住。好，第一首上上们，他对。第二首同发放客，同发放客。第三首天宫，他对了。粉丝真的粉丝，你真的粉丝小吉呢？真的厉害，可以，我服输。而且他同发放客。对，毕竟呢，吉摩安狗啊，他转那个很快。对，菠萝你看过？离婚呢？等一下，最后你再示范一次给大家。哎呀，请讲人接到可以拥抱啊，请离婚。两只单眼嘿，很厉擂台吹呀！我们还有下一个单元，好不好？还有几行，还有一个单元。好来，下一张小游戏来。哎，冇好干呢。加油加油！直的，对，哎，啊，对，加油！加油！好了，单眼贴位，叠骰子。哦，用快的老给50个贴位贴起来。啊，冇按改吧？冇按改当然啦，你其实有挺简单的东西好玩的。哎，真的是都很难哦，贴到脏了哦。制作人真的折磨我们啊，真的。对，到底是哪里学到这些东西？对啊。哦，共用迄问题，啊，第一道的研究都调前一，贴位贴起来，哎呦，做得好。好了，哎呀，那我出去拍嘛啥？哦，心意哦，退出来，恐龙偶像。哎呦，又是你们厉害。帅哥配美女。哎，我要用高啊，就高出感情了没？哎呦，很有爱啊！年轻的不错了。哎，你把罗哥放哪里？罗哥在你后面。放心里啊。我有更大的爱，是大爱。我爱推老人家去哈上。好，阿勇就开始我要出题咯。第一题。下背那一条歌的是由小琪先生的名作，选出题哦。一种种音，二拳头硬，三感情硬，干头音。这还要管啊！拳头感情硬，好想看哦，加油！种种音，拳头加油！厉害耶！好想加油！好来，什么？一黑嘛个种音，好，他对，而且英国要摸一下嘅，有小琪先生，哎，要把它摆下来，摆回来，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快哦，好啊 ，OK。哎，行已经讲嘞，你在家里是会把剪红豆、绿豆，剪红豆跟绿豆，还有那个黄豆，真的还假的？当然会改啊。哦，哎呦，就恭喜น้อง叶吹，好，杀下来，杨น้อง叶吹黑马上。龙先生，好，先生，加油加油！吹拍彭思源，哦，来 PK 哈。来出问题咯，加油出来！也在问题咯，嘉修老师有关系哦。哎呦，家婆嘅澎湖湾，係嘉修老師嘅經典嘅作品，搶講出3隻超有名嘅澎湖嘅景點。經典哦，3隻哦，澎湖嚟係唔是依個嘅。哇！加油！可以，加油！馬公機場算不算啊？馬公不在馬公。來3個。3個。玄武園，
玄武岩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澎湖湾，澎湖湾。爱情跨海大桥。大桥。哦，对，哦，错吗？哦，他对了吗？哎呦，对，厉害，厉害，智能蛮厉害，智能快带强。哦，来，按你连续厉害，连续两题哎，连续两题，所以加油一下，加油一下，厲害厲害。好吧，杀下来，杀下来，下一题，我派出我自己啊，这个，我们唯一能跟你匹敌的就是可不可以找强一点的？罗哥加油！他是最强的，我最强的，好了，他最有看头，好不好？好，想看，两张问题，哦，很重要，好不好？不要答错哈，不然有人会生气。哦，下尾哪一只是客家街的巨星吉娜的本名 ？Elephant。好了，你可以下班了，今天工作结束。第一张用小一，第二用小飞，第三用小粉。爱的粉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罗哥加油！罗哥加油！加油加油！罗哥加油！哎呦，罗哥筷子不太行呢。为什么夹不起来？为什么夹不起来？有身体是常开常供出来。杨淑玉大姐，谁是大姐？我本来很有把握的。罗哥可以，你知道我本名吗？我知道啊，叫杨淑芬。杨淑慧啊。哎呀，杨淑芬其实，你知道吗？你那跳转了，这样会转移注意力啊。不好讲。变小灯出去哎！杨嘞耶！常养一本丁丁对嘛？对啊，来，杀下来。来，爱拍嘛啥？好，叶老师来。哦，叶老师，阿勇就挨落来，哎呦，来，我要问问题了哈。客家话强调有四海大平安之称啊哈，请问一下，那五种的强调？哎，四海太平安。哦，金娜姐加油！金娜姐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毛健呢？加油！直的，哦，对，哎，啊，对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耶！哎，老师你手不会抖哎，差一点，是哦，对啊，厉害呢。他也不一定答对啦。对啊，四海太平哦。四海嘛，四县，海流，海流，太普，还有一个鸟皮，鸟品，写完，哦，厉害，答对了，没教好嘞，没用了，啊唔怕啦，用，大师，答对嘞，西位太平，走心，哎呀，我就是很会走心呐，安永就，哎呦。告诉了哦，耶！贴贴我也告诉了，还有小游戏哦，还有小游戏哦，你亲密要看累积嘅分数哦。哎呀，目前累积多分呢？啊，6比6，6大岁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就进行下一类游戏了哈，来，看到单页我们直接放弃，好不好？难讲，我觉得也可以，太难了呀，跟你姐董珠的世界都要做的事情。奶酪都会讲两乱按难买的，乱不能是难买，有注意对嘛？哎呀，没办法啦呀，都强势。我教一下，你姐就会教了，就立蛋一下，要硬做的老乱带在伊嘛。对，就知道单字南美讲的哈。你问一下。哦，立蛋哈，打破了怎么办？打破了买10个来赔啊！哎，你要赔，哎呀，还用立蛋啊，用黑问，礼拜教的黑问答题。好来，我们这边派出 TV 泽伟老师。来，恐龙偶像。你刚刚是不是有先那个蛋？对，偷吃蛋。有吗？有，怎么有蛋吃？有啊，跟你要组会0分哦。会0分哦，因为是蛋。要吃蛋。破蛋。好来，出问题来。来出题嘞，客家人讲人讲到田春义，请问田春义係 Q 那个 nice？ 好，来，立蛋 ，Q 那 nice。好，立蛋以后，恐龙偶像加油！
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哎呦，对啦！哇，这么厉害！哇塞，赖龙子，你都还没开始。没有，不是，没，是完了。有嘛？啲嘛？ 3、2、1，哎呦，几分用文恩理吗？除旧会填空。现在公益好，19。唔错，换你了，换你了。来，林冠群，15号。唔错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好20。张燕燕是他对嘞。哦，厉害哦！田成义，公演高到田成义是张燕燕是。哎，那我们这边就摆着啦。对啊，怎么摆着？当然不行啊。好了，中了，好了。金昂那一题。哎呀，脑眼最痒了哈。哎，那一题。好了。脑眼最要拍出嘛啥？好，听一题的新语。来本中。哎呦，这什么题目啊？你就问一下。抢讲出形容京剧歌王罗时丰的3个成语。这什么烂题目？这什么烂题目？对啊，下流弹不风。快去！3个成语。成语加油！来文中加油！加油！成语加油，新语加油！太难了吧？说对吗？哦，来，他们厉害。来，人见人爱，一表人才，玉树临风。玉树临风。好，这3个给过吗？给。罗哥可以吗？做对吗？啊，做对吗？不错啊，很对棒啊。人见人爱啊，一表人才啊。对啊，这形容多好。都没有什么我们都觉得很对。好厉害哦！好，阿勇，你勇都清楚。好，来。罗哥，阿勇有翻译吗？我要有翻译，还有人见人爱，一表人才，玉树临风。哎呦，完全都黑呢，都很实在呢。我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？都实在很巴结。好，下来下题，脑眼吹。我哲伟，你帮我出。来，那就金啊！为什么要我？来，我来出题。没有人想跟罗哥玩了。哎呀，好了，看后面比较会立啊。准备好啊！好来，抢讲出3位曾经得过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的歌手，还是歌手？加油！哎，加油！罗哥加油！要加油，静心，稳定，不要走。快了！我带不起，带一个，太贵的耶！真的是带破了。哎，轻轻的，加油！吉娜来，黄连玉、谢宇威，好不好？耶，答对了，有超马有哈，3位，不一样，恭喜！我们已经连续赢3题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有老师能说什么呢？我们要来本。好了，接下来了，你们拍3赢。拍一题，你会拍彭思群。好，来，彭思群，加油！轩加油！贤，这题目有没有挺奇怪呢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答得出来吗？你这盲猜了，好不好？不是白蛇传，是不需要尝试的问题哈。 OK， 好，呛共寸，天冲骂撒黑。天选之人没有确诊过新冠肺炎，什么问题啊？谁知道？我靠！骂傻弟，点当。这是种诅咒的感觉。轩加油，轩加油！哎，冇简单呢。哎呦！不能动到桌子，小心，小心，你手要抬起来。声音。后面，手要抬起来，后面一点。老师，你刚刚有立过了吗？有，没有成功。后面一点。要不然你在乱吗？还是我们吧。哦！黄思群抢比他。谁？
叶家秀先生，叶家秀家秀老师，黑马田线指引哦，乱猜哎，我没错，猜对了，我乱猜。所以好了，你没机会了，你没机会了。好，那你选一个谁？不是啊，是因为可以用那个划掉的，毕竟我们有一些是同一个时间缺的。三去法，三去法，三去法。来，安永就所以来现场天选之人，真的就会剩下家秀老师。没有，其实还有，你也没对，你也没有，哇，你也没有，真的不要这样子，怎么可能？你好强哦！对啊，放尊重点。那祝你。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得这个也没什么，就感冒而已。告诉大家，口罩就是要戴好。老师真的就是一直都戴得好好的，下节目都戴，对2层。然后每天要吃饱睡好。对，然后那个跑步来的时候，后面还会弄毛巾。好了，今天俺的特别计划单元就多2篇，到这告一段落啊。分数统计出来，目前17分，所以可以吹13分，那请你们恭喜老叶吹得到100人有什么问题？好不好？问题了啊！好，算这个算成功了。我们这个龙舟比赛第2届算龙关义了龙关义啊，听我讲，安尼结束了。下一好，你不想下班了？对啊，不然你等一下再留下来看其他节目。好啊，其他节目真的，海豚有国会后堂啦。哎呦，老年音乐比，来看一下。看一下。海豚成立已经26年的历史哎。26年，跟那老奶奶说差不多。然后来干嘛？为什么要干掉？可恶！此秋不是伊呀白罗浮，白风啊吹落呀一度落啊古啊土。老年音乐会，哇！今日咧节目当中啊，有请嘅特别来宾啊，同番薯要做的菜都有请到佢到来。哦，96年了，你看。对呀，係啊，台成立已經26年的歷史誒。26年，跟那老奶奶說差不多。然後來幹嘛？為什麼要干掉？可惡！不過兩個團正經清理開。係啊。呢度人哋嘅客家文化哦，就是生根啊，26年了。佢每來分享佢哋有清醒嘅轉型。你想可能一個團體做到26年，係啊，韓地做啲舞台，佢正經有賺錢哦，應該係咁樣。沒有賺錢嘅問題，係也非常有心啊。當然。係啊。呢度人哋客家文化，好嚟發展。等下好，我哋好訪問下你，來分享下嚟。3個台，還有3個團。嚟。此秋不是伊呀白羅浮，白風啊吹落呀一度落啊古啊土。
的心那边啊走，三面那随手我一度，好啊天啊风。你可以俩吗？好，可以俩。听话了，阿文哥。哎，嘻哈一下，嘻哈一下，在舞台当中，集合一下，集合一下。还有 Andy， 会不会请奖给林冠良老师？欣赏哪里？哦，还不满意的。美女。刚刚想过，哎呦，今天我们的小康老师的音乐，这个乐队老师的配置，怎么多了一个女士的鼓手老师？哦，真的哦，没啦。来，好好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来，佢係新嘅團員底度最 Q 嘅，最 Q 嘅，用版講，我係 keyboard，然後也編曲跟作曲。你係客家人嗎？係我係客家人。闽南之天，好，沙雷和 EV 來隆重介紹一下啊！也係台灣音樂嘅大作詞同傳統，達到最好嘅姐妹鼓手，最優秀的女鼓手。真嘅，他說啊，你講得太好了，是大家公認的嗎？真嘅啊，真的正嘅係。全台灣老師這個鼓手老師公認的，我覺得打得最好的女鼓手啊！真的嗎？不然怎麼會加入我們樂團？真的呀，他們都是1等1的樂手哎，林冠良老師，我認識。冠良老師的鼓打真的很軟 Q， 打什麼就像什麼。好，也係新嘅團員，吉黑，她是他們2位分別的閨蜜、知心好友，然後沒想到這麼巧，就是然後剛好。他加我們樂團，他們本來就是各自都是好朋友。他叫 GoGo 許訓順 ，GoGo 咯，原住民的山字就是 GoGo 咯，GoGo，他就是我們都叫他狗哥啦，給我啊，真嘅。因為沒有學到 GoGo，你親面說嘞，搞不好你有跟羅哥合作過？我覺得好沒有嗎？我就感覺懂面。你就說即將發生，他說即將發生。很有可能啊，對啊。李夢有2弟弟，他說的可以跟羅哥再做他第3張。他就是我的轉型。很害羞啊，你跟大家問候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許訓順。好，狗哥好，狗哥好。你就直接我們觀眾也是聽得懂。對啊，就是兔年大家都旺。對。旺旺。千中有入面。唔錯。對。人嘅創辦人，今年26歲，因為三腳太今年聽26年。哦。別人撈啲大陸嘅行一叫啊。係啊，真嘅。你張意是誰？聽聽。雙十年華，阿文哥，你講咗唔得很嘅欣賞。阿文哥。係啊，文化工作者。真嘅。睇下俾大家攏會欣賞咩都。大家都欣賞。係啊。嗌咩？咩？都欣賞。幾個古蟲啊！有下講到叫係古蟲好。那團體做了26年還不敗，真的這是很進來進後，他們還一直有新學加入。對，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係啊。當批夫阿文哥，因為去年25年嘛，吼來做安尼嘅演唱會，韓國先生咪希望講三 Q 他做得長長久久，係唔係？因為樂評下講，我們是1/4個世紀，那我們就很渴望有音樂做得行到8年。8年，真
啥都按重名诶。係冇啊，嗰種一場可以啊。一到團體一到名。一次要好上癮，有係T三台呢。音樂方面嚟講，我係第一台都係自家做主創嘅事。對對對。啊，第二台都玉田二人八開始，沒有。啊，我哋新嘅團員、新嘅組合開始，去年嚟開始。第三台係咩上月冇共樣。係啊，我哋上多拜啫嘛。這個神叫台音樂嘅上演，真是進入第三台啦。嗰時候變扮演冇問題。對對對。不過你要做扮演咯。做扮演冇問題啦，應該就唔係人用啥咧。唔怕。我是做貴了如何？還看老高與小莫，一共2040年是可以研究到可以讓人家永生長生不老。哎，你看118年後就是 AI 來做了。對啊對啊，有可能啊。根本了，係真實跟娛樂做啦，新嘅轉型啦，繼續啦。新轉型係一種轉型係按到嚴鳳瑤，咁下一開始松本羅哥同吉娜嘅時節，佢哋就發現一個設計其實有特別嘅用心，因為2014年我哋做一種按到鹽頭下，所以這鹽屋鹽頭就正堂嘅大位，它是大家聚集在一起，高咖料啊，講不卡事情，當中有嘅素材，嗰時候吃瓜觀眾是吧？就大家無談下嘅，係啊，嗰時候安尼就大家非常就動態用講，見愛做創新嘅，比如講我哋音樂當中有加爵士，有加民謠等等，佢都係幾個大元係嘛嘅，就係文化嘅傳統，就係保留文化當中有嘅，嗰時候就有嘅構想。建造成創嘅，韓國一種就特別來帶來用傳統嘅歌謠做一個架構跟基地，所以呢度10條歌曲當中，每一首歌都有加入一些我們特別選的傳統歌謠，個新作詞作曲，全新嘅編曲。一方面嘅設計咩係啊？所以我看到有曲當到係老曲。山歌字啦，用平板啦，但是用新的歌詞啊，新的編曲嘅方式嚟演奏。可能呢度有得用傳統嘅曲同時，唔過一定會有新創嘅詞曲，然後佢曲下編下曲下，也就係挺難嘅。對，真的呢。但是佢冇簡單嘅，尤其係你客家傳統嘅歌謠嘅改編。對啊，他家已經對啊，就歌曲已經懂深入了。對，人家自己改編都好。那就好啊。那改變到不好咧，人家就會怪怪，因為你把傳統嘅創新調試變曲下，唔過又冇編好，就會不流暢。動唱安尼，咚咚安尼，唔過人愛安尼順過去又當好聽。尤其那個聲音。我懂師喊呢，如果調示範把喊調示行出來講慢演唱啊，玉婷，輕啊，冇，你講演唱都按後一出來看，啊玉婷啊就進去了。原來是他。然後呢？再給你一次機會。好爆發謝謝。沒有，因為我跟他認識太強久了。羅哥照顧，真嘅。客家天使隊成立以後，記住已經服務客家天使團。我剛咁麼一個小女孩，也就是漂漂亮亮的，很可愛，這樣子。沒想到哦，這麼有智慧，這麼有才華呢。係啊。對啊，唱歌嘅嗓音又乾淨。好乾淨，聽起來好舒服。嗓音清，真嘅山腳台，在山腳大有非常多嘅學習。阿文哥本來就有非常大嘅空間，做得發揮。當中嘢就講，見累積自家嘅實力。你音樂上做得用音樂來講話。冇錯，而且阿文哥喊啲樂團啲不會讀，不能隨便亂做。什麼意思？我意思就講係應該差唔多。啊，唔係，我嘅意思係講，傳承下一就是要有師傅在樂團裡，對，他會監督你。講得冇唔錯啦。其實佢爭樂團咯，就講搖發圖啊嚟傳落去住。因為睇本嚟樂團都講原來主創，而冇創我都冇嘅啦。就冇咧。所以我希望我成個樂團冇通用，就可以落去啊。哦，所以嚴老師也唔會講哦，我吃屎啊用辦，我做主創，我做音樂做主創，哦不服老這樣子。但係沒有，他是會退到後面。然後讓新的人出來，他給我們舞台，真的。對啊，來，再帶來一首歌。好啊。想我同大家分享，我哋出題去年發行一張嚴鳳瑤專輯，特別同新加坡嘅音樂人，新加坡，結果記得咩客家人，我哋將客家同英文
台湾制作3條歌曲，新加坡制作3條歌曲。我哋主要係客家，佢哋主要係英文，不過全部有加入到英文同客家。叫下嚟做數位發行，一種專輯叫做島嶼連接。安先的唱歌啦，島嶼連接。一首歌曲叫做熊熊風。熊熊風，來唱歌啦。余韵还在，唔敢很是好奇了。来，老师，来，老师，他们讲了懂。
先送一堆礼物。有冇嘅東西？真的要出嚟嘅數位發行的這個線上的照片，大家就會請島嶼連接出走的啊，好，島嶼連接，就是在這個島嶼上可以人跟人的連接。台灣跟 Singapore 客家同英文連接咩黑啦？對，唔過有啲咩用英文同客家，就是文化的交流嘛。然後台灣同新加坡文化的交流。哦，新加坡客家人也一度啊，太普客。新加坡總理就是李光耀，有沒有？對，這位客家人，客家人啊，太普客。對，太普客，真客家人。哦，真嘅哦。其實因誒要當受理吼，好上一台吼，對客家一個傳承啊，見困難啦。你一早期吼，頭都講李光耀，李光耀佢打電話嘅時候，佢嘅官鋪有一班行人。哦，真係有一班，所以講佢同廣告啊。啊！吐薯那種的土豆啊，也本人有廣告，有廣告哦，所以講客家人嘅實力睇安泰吼，有個原因啦。真的，係啊，將來我哋今年去接觸嘅吼，有個太普飛過，而咧飛人都6000咧，6300倍吼。也全部有錢有能力的人咧，真係。嗰時人民嘅飛幹咯，即個有獨立嘅態樓，啊有獨立嘅一個組織啦，所以影響力相當大。哦，用沙類嘅客家文化推電會見到。真是啦，真是啦。對啊。所以我哋2010年提拔，2019年提拔去。其實人哋見到見歡迎台灣咧，客家人。而特別講人哋先顯現吼，台灣政府同民間喺客家文化推動。所以我哋2019年去，天然人見嚟都過來，因為我哋去訪問見嚟嘛。你講你台灣音樂已經行得到一個地步嘅咯，原來就傾向去潛客為非。佢人哋用嘅做到嘅啦，台灣用嘅做到一個地步，所以我因為講將來嗬，台灣同新加坡一個有關客家嘅部分，應該先到幾邊個合作。哦，真的。也有南向政策嘛，有可是疫情較平穩以後嘛，像倆某實體專輯喺數位發行，疫情期間發的嗎？數位發行。錯，去年嘛，就係因為我都無法度過去，記得咩無法度過來，因為隔離咩。也係做得雲端。錯，就係錄音啊、製作啊，跳來跳去安尼，叫下做音樂、開飛啊、溝通啊。對啊，要做這種島嶼與島嶼的連接。真的哈，名字取得很好，對不對？對，取得很棒。耶，真的好棒。像大家多多支持。多支持。也係新加坡嘅朱聰東，咩係非常非常厲害嘅作詞。女生有。可以了，就唱作詞嘅。感覺。歌數嘅感覺。太普客。太普客啊！今年嘅樂團咯，都很多有個 Stress Ensemble 嗬，海峽樂團啦。而嘅樂器有個導演有一個印度嘅嗬，打印度嘅鼓塔普拉。塔布拉鼓。啊，有嘢呢琵琶。有琵琶。中西合作，因為樂團本身都係個世界音樂。啊，因為有兩首嗬，也係因為我哋過去，真係追究嗬，去全國語言上去台啊，我發現人哋去咁樣客家人。哦，真的哦。真是，我哋冇去人哋完全冇想一件事情，但係我哋因為聽到我哋客家。啊，人哋就上去潛嘅嗬，結果有些冇先潛到，嗬也擺行人，啊有些咧嘛發現講也共也婆喺行人，全部有兩種語言嘅關係哦。哇！就話人哋俾簽又講先 surprise 啦，如果因為有人嘅機會，啊所以呢簽歡喜簽等於講簽鄉書，簽份有也機會。同台灣咧，我哋樂團做合作，所以杜芳記啊，就要有創客家部分嘛。有叫創係搞記台灣嘅客家話，佢咩有創流行啲新加坡地方，卡泰布嘅啊，有講梅族梅煙嘅客家話。有乜嘅冇咁樣？譬如講大家好，見到講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哦，有都會發現你講譬如說我哋講薑嘛，他們就很少用薑，亮哦，有點像廣東話，的意思有點
充电根本的三角太会弹起的新歌，新歌。刚刚从嘅迄岛屿连接嘅上上課，也係人嘅創作吼，就本體家庭嘅音樂去旅行，生下來從岩頭下，知道呢度係非常非常喜歡嘅歌曲，因為有首歌阿文哥寫嘅係友誼歌，從細友誼歌，阿文哥，你同大家講一下，從細嘅阿婆，八定記、南定記，就會唱歌，唱一首俾佢聽。真的哦，友誼歌，哎呦，南普同嘅就北普冇共用。有條歌係一個楊兆珍老師吼，以研究講係數了嗰條全世界100條童謠地步其中一條啦。全世界。睇變動係睇變動嘅聯絡嘅賦權咯流行。後來仲參嘅又有人哋嚟唱。我辦些時間我阿婆吐我哦，是悲哀嘛吼。悲哀比較睇悲哀。講悲哀，悲哀，用筆帶有冇？筆帶。悲哀。都是從經行路經唱，所以一條歌嘅做法，如講頭先唱一個頭擺嘅友誼歌，後來都接到我對我阿婆嘅思念，所以啲背歌詞哦，從我撲喺阿婆嘅鏡頭上哦，都聽聽都。所以就咁我貼嘅安全，唔會強強，都個安心啊。安心，啊，喺背歌詞係啊。所以阿婆辦嘅比你嘅時節就會咿咿哦哦就係。如果見唱啊，見行路見唱啊，啲頭擺吼，因為我先在講頭擺就太本狀下歡迎家吼，無論媽媽還是阿婆，其實都聲嘢就自然會唱出來吼，唱佢哋可能冇聽係。大家嚟唱嘅歌嘅，但是而家唔會唱嘛。但是唱人哋南普唱阿婆，我見阿婆唱我都有條友誼歌啦。呢種原住民嘅，咩有些唱原住民嘅歌謠嘅，有些唱半山謠。嗰種屏東 Tiki 啊，對香港嚟唱出嚟，大家彈落。對，彈開啦，彈開兩條手啊！係啊，佢因為咿咿哦哦咧，爸時節咿咿哦，一從阿公嘅時節咧咿咿哦哦咧。彈開啦！曾
做得吗？说对了。太赞了。但係冲亚速歌其實有動到嘅想象，我剛有就會想到我係唱西本阿婆土台。哦，你係隔代教養啊？是有爸爸，因為我媽媽當做歌星，後來爸爸金門漢，所以我們是阿公阿婆帶大，所以我用做得講下。講話很溜了。對。我講唱阿公阿婆，係冇。冇見講都記得，懂思念記得。怕思念就思念嘛，係冇。思念都係。咪給9年嘅時間，冇叫啦。啊，有冇人想去叫咧？就會講佢得有9年發行佢轉些時間，演唱會金錢都會給阿婆過生。哦。那此種真係真勇敢呢，係因為我衝破阿婆堂，衝冇。佢拜不能衝破阿婆堂。阿婆不能去演唱呀？沒，我意思係講，佢很親勇敢，沒有說取消了的演唱會，因為至親嘅人嘛，可以啊。這段時間確實挺困難啦，因為不準備嘅時間，見到事情，還有拄到也不卡嘅發生一個事情咯。因為同阿婆感情同阿公阿婆感情相當嘅好啦，唔係好就相當嘅好，所以一個事情當然係。沒凊彩拄到呢事情嘅時間吼，有法度應付嘅啦。但係樂團都有真實吼，嗰個原定嘅啦，重要嘅演唱會也蠻做得啦。要作為演藝人員，歌數嘅個心酸啦。啊，講真咧，當到歌數咩是度過呢事情，哦。啊，就是牽引這段時間，但是你牽他要表演啊，你冇辦法對待啦。還要表演啊，呢度貴族樂團啊。對啊，那啲舞台當中帶來好嘅嗰種表現俾大家看啊。做得挺好。其實係冇去教嘅，我說我一定可以 hold 得住。冇可能。女人都比較相當冇可能。這是年頭嘅時間啊，咁叫我都唔會點嘅。係啊。給正經啊，給冇辦法。其實前一場面我給唔出來，因為我覺得那個是我很大的創傷。可是我這幾天唔定因為就前日看到山東，像係阿公阿婆啲天堂講愛，全部講嘢講愛將阿婆嘅面的講愛，當佢奇怪。可能正經啲可能啊，你好好照顧你自家。好好照顧身旁嘅人，佢真會歡喜，佢關心伊生人嚟，係冇？表現都行得好啲嘅，阿婆應該會行得歡喜。冇錯。好啦，加油加油！一個團體真的25年都冇人改呢。係啊，26年，25+1了。聽說好像還要辦演唱會，係嘛？幾時？去年有辦啊，去年辦係。今年係你太太寫演唱會，不過去年就錢全部發槍槍啊，票全部賣槍槍。不過係你講貼錢，因為幾個音響啊、設備啊、電工啊、氣氛啊，之後都有加車。阿啲都呢？因為感謝文哥呢，那錢全部拿出來。老實講，多謝大家，因為因為講可以站樂團啦，吼，我哋有法度行到見邊嘅，老實講。大家鄉親還有我哋嘅支持嘅朋友吼，強下能有發出嚟，因為本身要有一種使命啊，講真嘅，講到也好，我其實佢是做音樂嘅時間冇上癮到啦，因為啲時間學 VP 貓都冇成立嘛，但係我哋做緊活動對各客家有啲親自然嘅情感吼，啊寫歌時去甲要講到講，用客話嚟寫吼，寫到夠合成嘛，之前咩寫法語咩，動手會寫好多東西。所以講音符要到市場方嘅東西嘛。但是寫客家東西唔係，寫客家都寫本出價。呢種寫本唱片公司冇見過，寫本唱片公司錢穿到之後就冇得改嘅。但是寫本出價冇共用，幾多尤其我哋唔係幾多錢，賺唔到錢嘛。但係寫出來吼，有讓我嘅價值變意義啦。所以講但係冇講上幾多咁啊嘅客家嘅一個傳承嘛，冇寫到，因為因為吼創作嘅東西啊，唔係貼到啊那個同音樂冇關係嘅東西睇，真嘅，只是要寫唔夠，我可能做2年3年，真是有法度長久一定嘅情感，所以我因為講我
今日多讲到呀，主要按导演的吼，因为无变的，所以对客家情感一个部分。唔係講有效 VV 啦，有嗰度時間咩樣嘅意思哦？因為有啲東西哦，我支持嘅咧，無論做乜嘅事情都重要，要熱情變情感，哦，做一天行嘅做得演講真嘅，所以我看到所有嘅客家嘅音樂嘅就有才華嘅音樂人吼，講真一面地講。行業嘅種歌曲，所以小眾跟私從，係唔係講輸到太假分樣，但是他家就含有一種情感，伊願意去做呀這件事情，熱情，要堅持，因為也係一家嘅客家話，即同皮膚嘅，我從客家去上島啊，阿公阿婆，也係一種同層面嘅情感。就像上禮拜樣嘅彭家碧啊，彭家碧。啊，彭家會出一種新嘅行業轉型，係今日要來上緊節目嘛嚇。你做乜感覺佢？因為其實係母語，其實冇想到講，有朝一日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母語來表現歌曲來俾大家聽。今日感覺真歡喜啊！好，一種就是情感啦，做一種情感。真的，真的，係啊，這種情感的連接，其實對做音樂來講。很重要。你咩啊？下半部卡人呢個係嘛？對對對。係。你咩嘅嘛？對對。啱是幾好。音樂就上公會發出俾我哋音樂地度，同大家分享。那一天那個彭佳慧一直，你可以啊，你出一張啦。我說好好好，等文化部給我錢。你每一集都要 Q 一次，大西都留下來，幫你剪成一個集錦做片頭。文化部，文化部，我要出客語專輯哈。錢給羅哥。對啊，沒有1000萬不做哈。你不要一個人佔盡我們所有資源，好不好？真的。叫他搞音樂啦，搞音樂。啊，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啊。什麼？劉高斌先生，謝謝斗哥啊，道文老師，還有Tobin先生，冠良老師，冠良啊，冠良啦。怎麼女生取男生名呢？怎麼會？哪有什麼男生女生？所以他鼓打得又柔美又帥氣，對啊，結合兩種優點，剛柔並濟，真的。在網絡上看到很多那個街頭那個打鼓的一些什麼羅小白什麼，都好厲害。這我突然不敢接。這個更厲害。這更厲害。差很多，羅哥差很多，差很多。那個都在那邊打花鼓，這個是專業。那個是做手咯，有冇空用？謝謝，安志飛啦，謝謝，什麼那個？對對，希望大家好唱歌，夾個報名啊！打電話來，0966676666，夾個打電話。好，今日非常愉快啊！多謝大家嘅收看，我們呢，大家3個那個團，斗哥還有Tobin先生，阿文公、雍婷，還有冠良老師，還有小康老師，我崔先生，嘿，辛苦嘞！天窗工作人員辛苦嘞！好，下禮拜我們記得一聽到這字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強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